日本南海海槽大地震傳言令到唔少民眾都非常擔心，飛往日本嘅航班亦有減少跡象。近日有日本教授話，除咗南海大地震，富士山亦都有噴發風險。身兼地球科學專家及京都名譽專家嘅鎌田浩毅話，南海海槽大地震一定會喺2030年代發生，更加可能連帶富士山爆發。佢話日本長年以嚟各種地震，包括2011年嘅311大地震，導致富士山下方嘅岩漿庫變得唔穩定，隨時都有可能爆發。佢亦話日本歷年嚟最強地震係發生喺1707年代嘅寶永地震。大地震49日後，富士山就發生大爆發，噴發咗大量火山灰。東京所堆積嘅火山灰厚度達5厘米。佢強調，如果富士山再次大爆發，將會影響市區電力及供水設施，交通同通訊設備亦都會停擺，社會生活會退化至江戶時代水平。而富士山過往噴發間隔係50至100年，自從寶永地震爆發後，富士山已經沉寂超過300年，相信累積嘅能量將會產生巨大嘅破壞力。